有啊，那龙头吃铺嘛，伊那个你每次啥都来会比得个了，说怕米个人家吃嘛，说怕米样比啦了，米个这里，提得个呢的嘛，啊怕有个看你个里头要和你要啥，吃有那吃俺们了，提老个呢那个看米样家吃看俺嘛干了吃啊，比啦你米也俺忙。卡里呢，阿苗路是个路咩？阿超阿阳也是呢，要烧节要个那路烧鬼呢，阿阳阿忙为路咩？阿前面呢阿妈，卡过节在路超好拉回咩？路一些路超好拉回咩？卡里米样老牛要烧节嘛？也个这里头可不得呢，要拿回答阿达米个那边路。阿门。这里有枪就不谈啊，那个呢，阿咯，啊咋啦都对面阿咯。这里有枪，当啊阿咯，当啊阿咯，那把地怕进啊那个呢，上旁米呀，阿等，阿来有枪比别来切到他们阿咯，阿妹，阿等嘛送有枪比别来切到我们啊。阿等嘛全部是大比个来吃到我们啊，阿来吃表呢，没有想吃到了呢，阿等吃到他们了，阿妹，你到提到那，阿进阿来个呢，阿等不他呢，阿吃没有新娘了呢，阿等嘛要烧节比别来没了，阿妹，阿等嘛卡里要烧节不他呢。阿德马为哦，耶稣克里呢，多少要烧几巴达呢？阿朝米样新娘了呢？阿朝米样讲了呢？阿德马要烧几比别呢啦没了？阿妹，送到提到呢？阿德马上旁米样阿苗路加车要得比得嘞？阿德马切到呢啦没了？会有的。阿等嘛要烧节表面呢，阿等嘛我要阿朝上旁边家吃了呢，吃到他呗，阿妹。遇到提到怕进阿来个呢，阿等嘛要烧节表不然呢，阿等嘛我头来个呢，耶稣克里样讲呢，哈个卡活节咋来吃都没事，要烧节表嘛咯，阿妹，一个毛啊。伊想讲呢，卡过节日了，吃都没事买。阿炒面讲了都个都买。阿都嘛杀鸡饼嘛咯，阿都嘛要烧鸡饼嘛，阿都嘛好呢，炒面比较吃了个都要烧鸡饼嘛咯。阿妹，这里有吃好多泡面他们，那帮俺那不行啊。阿都嘛要烧鸡饼啊，头人个呢，阿那你啊来一个搞不他们。我说啊，看火箭热都没事，要烧几表了。看火箭嘛，让你送一路，西部了嘛，一路全都没事的，要烧几表啊，了的嘛。阿妹，他们呢，阿都嘛上旁边吃到他个，要也不写路个当么吃，大比个嘞，阿都吃到他们啊，阿六全表呢，都吃到路阿朝面讲了呢，阿朝面新娘了呢，要烧几笔表嘞，阿等吃到没？阿了会有的，阿等嘛面家吃的鸟的几表的，阿等嘛要烧几表面呢，阿等嘛我要阿朝面家吃了呢，要烧几表，阿都阿等嘛面吃到没？阿朝看火箭热吃都没事没？阿朝西部了嘛有吃都没事没？所有吃都没事没？阿都嘛要烧几笔表都上把面吃到他没？阿咯，这里很多回呢，后来话有个几表嘛？阿啥人家住呢？上把面啊，阿等烧好你个老牛几笔表都阿等吃到没？阿咯，阿妹。伊呢也个这里头考好，哎呀，你这个都格啷包面咯，格啷包呢？提提些了，面这里头考的比好看嘞，
holo choma ya ga yo na khota adam ye glam bilu amen